一二三四，阮是上水鱼雷花，风采亲像云过月，谁知你是七大亏，爱过一个又一个。我不会小袂退。什么是定是人相欠债，今生有缘来做伙。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是乔佑的歌声，后山痴情花啊，大家有听到岳云老师都在唱一时啊啦哈，轻快好听，对不对啊？来，我们就来介绍这首歌啊，给大家。这首歌作词是邱红莹老师啊，作曲呢是黄明洲老师和吴顺华老师合作的作品啊，这是乔佑的原唱。这是一首 C 大调，C 大调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在钢琴上面呢找到 C 的这个音，这个两个黑键旁边的右边啊，对不起。我不做兵呢哈，点点然后左右不分来，两个右边的左边的这一个啊，两个黑键左边的这个音就是 C 啊。那我们看这个是中音的部分，那高音呢这边也是两个黑键的左边，这个就是 C 啊，这个音弹下去要唱哆，那就是 C 大调了啊。来，我们再回来原来的歌谱上面来，那我们来看这首歌是 C 大调。一个小节有四拍啊，所以这边呢写了一个4/4，不是4/4是数学的说法。那音乐上呢，我们要说4/4拍子，而且请务必从楼上念下来，上面的4呢表示一个小节有4拍啊，那下面的4呢表示1/4音符当做一拍，4分音符行走什么快？来，请往右边看。郑重的给大家介绍，这个黑色的豆豆有一根棍子朝楼上啊，这就是4分音符，等于111，什么意思？就是1分钟啊，要唱多快呢？我们1分钟要唱111拍啊。那这首歌呢，后山痴情花，来就来介绍给大家，拉嗦拉哆拉嗦拉哆拉。第一个字啊，问呢，怎么念呢？你要准备一个这个台语、国语的语啊，国语、台语、日语、客语、国语、台语、日文、日语、客语啊，这个语，然后加上问，这个是问啊，这样这个字才有念完整。温是上水迄朵花啊，我是最漂亮的，我们是最漂亮的那一朵花啊。那这个拉呢，第一个字的这个拉，脚底下没有线条，没有啊，所以拉是一拍。它的肚子旁边又有一个点点，这个点叫做附点，拉要唱一拍，那附点要唱多长？附点要唱前面这个音就是拉的一半。那拉要一拍，对不对？所以这个附点就半拍，所以问要唱1拍半，拉嗦拉哆哆拉嗦拉二，拉嗦拉哆哆拉嗦拉二。同学问我为什么拉后面我要再数个2，因为这个拉刚刚说了。脚底下没有线条几拍？1拍，旁边又画了一条线，也要唱1拍，所以拉2，拉要唱2拍。阮是上水我们刚刚唱哆的时候呢，没有唱这个 re do， 这个 re do 是一个转音啊。那我们在唱歌谱不用唱，唱歌词请要把它带进来。阮是上水雷花二，咪嗦啦啦哆啦嗦咪瑞咪二，风采亲像有2个音，昏归昏归归，魂归啊，咪前面这个咪呢，后面还有2个滑音嗦咪，然后呢后面还有个 re 啊，那呢归
啊，有个滑音嗦咪啊，嗦要带进来。风采亲像云过月，好，从头来。阮是上水鱼泪花，风采亲像云过月，瑞咪嗦咪瑞瑞哆瑞二，瑞咪嗦咪瑞瑞哆瑞二，哎，想在你是七拉亏，七拉亏就是怎么样顽固之地啦啊、来，象在你是七拉亏。哎，我们看这个乔佑小姐的这个 MV 的时候，她这里写七阿花啊，那事实上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啊。我的歌谱呢来自于吴顺华老师，就是写曲的这个老师啊的送给我的原谱啊。那吴顺华老师他写的是七拉亏啊，就是一个顽固子弟，然后象在你是七拉亏啊，你是顽固子弟，爱了一个又一个啊，爱过一个又一个，所以跟大家报告，这个字是亏啊。你是七拉亏啊，不是七拉灰啊，不是灰啊，不是花那个花花公子那个花，不是的。瑞咪嗦咪瑞瑞哆瑞二，想在你是七拉亏，咪瑞哆咪瑞哆啦哆啦二三四五，咪瑞哆咪瑞哆啦哆啦二三四五。爱过一个又一个，爱过一个又一个，哎，一又爱过一个又一个，这个一呢是一个三连，又一多了多啦多，又一个爱过一个又一个，二三四五停，哎，那我要停一拍，接下来就进入副歌了，哇，这么短呢哦，主歌这么短，来，我们把主歌连起来唱过一遍，再来接副歌来。阮是上水鱼泪花儿，风采亲像云过月，想在你是七拉亏，爱过一个又一个，停停，好来，咪嗦咪嗦啦二三四五六，来再一次来，咪嗦咪嗦啦二三四五六。啊，哎，这个拉呢，这边这个有三个音，三连音啊，后面这个拉呢要拉长6拍来，我们从来哆啦嗦嗦咪2、4、5、6，哆啦嗦嗦咪2、3、4、5、6，我把会我把会。瑞瑞哆瑞2、3、4、5、6哦，前面的那个摸把会6拍了，现在这个也是6拍了。瑞瑞哆瑞2、3、4、5、6咪哆瑞哆啦2、3、4、5、6、7、8，咪哆瑞哆啦2、3、4、5、6、7、8，小妹腿2、3、4、5、6、7、8，哎，乔佑小姐的小妹腿，小妹腿，不是小妹退啊，那退学啊，退学啊，进退两难啊，所以她念的是文音，小妹腿。好，来，我们从这个来我把亏小妹腿。好，来。刚刚这个小妹腿是拉，好，那延续这个拉呢？虾米是丁是人小欠债，啦啦嗦啦哆啦哆哆瑞哆啦，哎，虾米这个米呢？哦，有延长半拍，延长半拍，虾米半拍半拍，然后又延长半拍，这个米就加起来就一拍了哦，哆啦嗦啦啦嗦，有没有听到我这个米的后面又
敲了一下键盘，有没有？啦啦嗦啦哆哆啦，啦啦嗦啦哆啦哆哆瑞哆啦。什么是定世人相欠债？再一次，什么是定世人相欠债？咪嗦啦啦哆啦嗦咪瑞咪。咪嗦啦啦哆啦嗦咪瑞咪。老师，你那个小小的字都没有唱。对啊，刚刚前面不是讲过了吗？这个滑音转音啊，我们在唱歌谱的时候不用唱，但是唱歌词的时候要带进来。来，金啊，咪嗦啦啦哆啦嗦咪瑞咪，金。瑞咪，好，这个咪我没有改到，这是个瑞啊，瑞咪嗦啦啦哆金，心有缘，金心有缘，金空语口话是什么样？是个闭口音，念完这个字的时候嘴巴是闭着的哦。金心有缘来嗦咪嗦咪咪嗦咪嗦。哎，后面还有个瑞，金心有缘来做伙，做伙瑞咪瑞咪，好了，金心有缘来做伙，来再一次来，金心有缘来拉手，做伙，好，再一次。金星有缘来做伙，哎，有没有顺一点呢？哦，你先慢慢的唱吧，这个做伙，做伙，哎，先把这个 melody 给它记熟，然后再来唱，啊，就好一点啦，啊，熟练来唱就比较 OK。来，金星有缘来做伙。来做伙，来做伙，瑞咪嗦咪瑞咪瑞咪嗦咪咪瑞瑞咪瑞哆瑞，瑞咪嗦咪咪瑞瑞咪瑞哆瑞，好，将军偏嗦咪咪瑞加，将军偏加，戆西。将军偏甲戆西，将军偏甲戆西啊，这个戆，哎，这都有这个后面都有一个音啊，那这个戆要进到戆西，哎，后面有个 a 有没有啊的？所以尾音都要唱出来，好不好？将军偏甲戆西，再来，将军偏甲戆西，哆瑞咪嗦咪瑞咪嗦啦瑞，哆瑞哆啦。哎呦，这个切，决心家己切。哦，一定要给你切哦你啊！这个切后面的这个切呢，有1、2、3、4、5、6、7、8，有8拍哟。来，瑞咪嗦啦瑞，哆瑞哆啦，3、4、5、6、7、8，哆瑞心嗦咪嗦心拉嗦啦。你关心家来关心家你关心家你切5、6、7、8。关心家己切，瑞咪嗦咪咪嗦，哆瑞哆啦。停，哎，再来一次，来，瑞咪嗦咪咪嗦，哆瑞哆啦。阮的爱情要多吹啊，要到哪里去找阮的爱情？还有我的爱情呢？哦，我们的爱情去哪里找啊？阮的爱情要多吹。好，
这样呢，第一遍就唱完了。来，我们把副歌给它连起来，来啊，副歌再来，咪嗦咪嗦啦，来啊，我把亏啊，小袂退。什么是定是人相欠债？今生有缘来做伙，将阮骗甲戆戆世，我心甲你切切切，阮的爱情要倒找。停，这样第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1、2、3字，2、2、3字要唱到9、2、3字，就是间奏9小节了。然后反复在哪里？哦，反复在这里。阮是上水迄轮回，又从头开始哈，又唱到呢哈，这里呢，阮的爱情要多吹啊，这里吹2个小节啊，然后后面后面这个是第一高帽子一不是哦，所以吹8拍之后呢，请跳33小节，1、2、3、4，2、2、3、4，3、2、3、4，间奏3小节，然后1、2，咪嗦咪嗦啦，哎，接副歌啊，这里有个谁扭有没有哈？啊，谁扭？我们看一下谁扭在哪里的家哦，真的是接副歌哈。好，我们刚才呢已经逐字逐句的给大家介绍了第一遍啊，第一遍。那现在呢还有反复的第2遍啊，还有谁扭的第3遍有没有？好，来，我们就来唱第2遍，接第3遍啊。那碰到同学有问题的时候，请举下手啊。那我们就停下来，把那个地方再大家重复的练习，好不好？来问，阮来1、2、3、4，阮是上水去泪花，风采亲像云过月，谁知你是痴拉亏，爱过一个又一个。停啊！我把亏啊，小袂退。什么是定是人相欠债？停啊！同学，这里虾米那个音高不对，怎么样？这个小袂退，2、3、4、5、6、7、8，这个虾米跟这个腿一样高，你有没有发现的？这个也是拉脚底下一点，这个也是，所以腿虾米，哎，延续刚才那个音就对了。好，来啊，来。瑞瑞哆瑞啊，小袂退，5、6、7、8，什么是定是人相欠债？继续，今生有缘来做伙，将阮骗甲戆戆世，我心甲你切切切。5、6、7、8，阮的爱情要倒找。好，来间奏3小节，来1、2啊，下把会啊，小袂退，5、6、7、8，什么是定是人相欠债？今生有缘来做伙，将阮骗甲戆戆世，我心甲你切切切。阮的爱情要倒找。停！哎呀呀呀呀！唱到这边哦，这样子这首歌呢，哈，后山痴情花，后山痴情花，就大家甲大家介绍完毕。这首歌呢，哈，啊，咱拄则练过哈，啊，唯一呢有爱注意的所在，就是像在你是七啊亏啊，我有说过，那这个跟 MV 的地方不一样，MV 写的是七啊
花，开花结果的花那因为那个吴顺华老师给我的歌谱呢是七阿亏七阿亏就是个纨绔子弟啦接下来呢这边呢小袂退小咪咪哆来哆啦，小袂退2、3、4、5、6、7、8，虾米这个虾米呢跟这个拉一样的高所以要注意小袂退，虾米是顶是人小欠债只有这个地方要注意其余呢这首歌呢轻快好听尤其呢到 YouTube 去欣赏一下乔佑的歌声，再回来听哎呀更棒这首歌呢是黄明洲老师跟吴顺华老师谱的曲轻快好听真的，大家来把它学起来。好，感谢大家的长期以来给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的支持欢迎订阅按赞在影片的下方有个超级感谢，欢迎点下去呢给岳云老师抖内有大家的支持这个音乐好的歌曲、新的歌曲、老的歌曲好听的歌曲才会能够继续不断的推荐介绍给大家来分享。欢迎您订阅按赞，记得要抖内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